降服信任的器皿。但以理書11章32節，唯獨認識上帝的子民必剛強行事。智慧、尊貴、能力、榮耀都係屬於主嘅，直到永永遠遠。佢令到朝代更替，國家興衰，但係佢嘅寶座建立喺錫安山，佢嘅公義遍佈全地。主從來都唔會失敗嘅，但係喺此時此刻，我深刻反省到人類嘅自私同埋任性，經常令到主喺我哋身上嘅作為受限制。我哋往往因為無知阻攔咗佢施行公義同埋憐憫，甚至作為佢嘅兒女，我哋都普遍缺乏信心，令到自己陷入軟弱中。但係主提醒我唔好驚慌氣餒，亦都唔好俾自己嘅靈受傷。過去我曾經讀過經文，講到唔通會有人因為佢嘅唔信，主就喺我哋當中冇辦法施行偉大嘅作為咩？今日仍然係咁樣嘅。呢種唔信同埋挑戰，不單止發生喺一笪地方，而係喺好多嘅地方，甚至係遍及全地。但係咁樣並唔能夠限制神大能嘅彰顯。我體會到主正在尋找願意去察覺佢嘅人，甚至只要有一個人願意完全信服，一個願意全心信任佢嘅瓦器，主就可以用佢去成就大事啦。我問自己，我係咪願意成為嗰個信服嘅瓦器呢？前面嘅路，主呼召我前進，永遠都唔要接受撤退呢個念頭。主好多次都告誡過我，定睛喺佢身上，正如佢已經對我講過好多次都係咁嘅。主有一支特別嘅探險部隊，倘若佢要我加入佢哋嘅行列，我嘅反應會係點呢？我知道自己唔能夠再依賴其他人，唔需要揾一堆人陪我前行。除咗有主嘅同在相伴之外，我要走嘅呢條信心道路，多半都係要自己獨行嘅。但係我深信佢嘅同在就已經足夠啦。親愛嘅主，讚美你係掌管歷史同埋萬有嘅主宰。求你赦免我經常因眼前嘅環境同埋周遭嘅不信而動搖，甚至因為自己嘅軟弱，阻礙咗你喺我嘅生命中施展大能。主啊，我願意將自己全然降服，做一個信任你嘅瓦器。求你賜俾我好似大衛咁樣嘅勇氣，喺眾人退縮嘅時候，仍然能夠堅定前進。不論前方嘅信心之路幾咁孤單，求你俾我嘅雙眼定睛喺你身上，因為知道有你嘅同在相伴，我就能夠剛強行事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